咁今日我哋又講下新聞啦。今日大家都 focus 就係油價啦。我相信就因為咧喺琴日嘅時間啦，咁美國同伊朗咧就宣布咧會佢哋會有一個2星期嘅停火協議。咁所以咧就大家覺得好似場仗應該就嚟打完啦。咁所以啲油價亦都應聲大插咗10幾20% 啦。咁但係咧，其實大家會見到咧呢一個停火協議咧，其實係好唔實在嘅，因為名義上佢係有好似話會停火2個星期。咁但係咧，伊朗亦都提出咗10個要求，咁其中一啲比較重要嘅要求咧，就係美國要撤軍啦，唔要解封凍結咗嘅伊朗資產啦，咁同埋其中有一樣嘢咧，就係要確認咧，就係伊朗係對霍爾木茲海峽係有一個控制嘅。咁其實伊朗從來都冇話控制霍爾木茲噶嘛，因為其實係有幾個國家比鄰住呢一個海峽。咁如果喺呢一個 ceasefire 裏面咧，大家要確認，即係美國係要確認伊朗係有對霍爾木茲海峽係有一個控制權的話咧，咁即係伊朗而家做緊嘅收過路費嘅行為咧，就可以再持續落去。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呢一個呢個10點同埋嘅10點嘅要求，同埋呢一個嘅2星期停火令咧，其實都未必應該真係可以成事。咁其實亦都大家都睇到啦，其實雖然就名義上好似話停火2個星期啦，咁但係咧，其實今日以色列都仍然喺度轟炸緊黎巴嫩。咁伊朗就當然就投訴呢樣嘢啦，但係同一時間 Donald Trump 亦都話黎巴嫩並非係呢一個停火協議嘅一部分。而同一時間，大家亦都見到沙地阿拉伯由東向西嘅油管係遭到伊朗嘅無人機去襲擊，咁所以其實名義上面我哋有一個2星期嘅停火協議，咁但係咧其實啲戰爭係仍然喺度進行緊。咁到底呢2星係咪真係可以停到火？油價係咪真係可以跌翻落嚟咧？其實係暫時都未可以樂觀住嘅。咁同時啦，更加有趣地咧就係喺呢個 moment 咧，Keir Starmer 就喺沙地阿拉伯出現啦。咁佢今日咧亦都受 GB News 嘅記者去訪問啦。咁而喺訪問嘅時候，記者亦都好尖銳地去問佢Keir Starmer 佢喺呢個時候佢喺呢一度做乜嘢？佢到底係有啲咩目的，同埋可以發揮到啲乜嘢影響力？咁好有趣地 Keir Starmer 就同佢我哋啱啱達成咗一個停火協議啦。講到好似個停火協議佢係有份去 broker 出嚟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呢一個停火協議係由巴基斯坦去牽頭噶嘛，咁所以Keir Starmer 喺呢個位就話佢有份促成呢一個停火協議，咁同埋咧佢又話之後會有更加多嘅工作去做，就係因為佢要喺好多個唔同嘅國家之間去協調，令到呢一個停火協議係真係可以正式化、維持到同埋可以執行到嘅。咁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可以預見到啦，如無意外咧，就應該喺短期內 Keir Starmer 就會飛翻嚟英國，咁亦都係乜嘢都唔關佢事咁樣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係要入油嘅，都仲可以繼續去入油先啦。即係你問我，我就會覺得其實呢一個停火協議咧，我覺得係唔樂觀，亦都唔太可能真係可以維持到2個星期嘅。